恭喜你，你嘅高靈讓你看見呢個大眾占卜，你呢3個月嘅事業運會點啊？請靜下來，深呼吸，讓直覺去選擇對應嘅信息。第一組嘅朋友就係24卦地雷復，呢支卦係講你之前工作上所遇到嘅困難同埋障礙已經逐漸消失，好運接踵而來。但係你一定要把握呢個好好發揮自己嘅機會，將自己發揮到極致，凡事都要積極，切忌行動力不足。願望實現卡鼓勵你，只需要保持正面同埋善意。想要活出精彩嘅人生，其實好簡單，正面嘅意念、正面嘅話語、善意嘅舉動就係咁簡單。第二組嘅朋友就係雷澤歸妹，呢支卦嘅意思就係講外在嘅環境充滿多變同埋不確定，人際關係有溝通不良嘅狀況出現，引致心中有鬱結、有委屈，感覺被大材小用，唔甘心又唔開心。建議多溝通，改善人際關係。願望實現卡鼓勵你，幸福會吸引你所想嘅一切。想要獲得人生渴望嘅一切，捷徑就係現在要開心起來，並且感到快樂。呢個就係吸引金錢同埋實現願望最快嘅方法。呢個快樂感覺會散播出去，為你所吸引到嘅一切都會返你生命之中，不僅包括豐盛嘅錢財，仲有你理想嘅一切。第三組嘅朋友就係水火既濟，呢支卦係一支成功卦，係指天時地利人和三才配合得好好，工作上無往而不利。呢支卦代表已經成功，已經得咗嘅意思，凡事已經如願以償，一切已經安定。但係切忌成功之後就開始驕傲怠惰，並且要不斷上進進修，避免被淘汰。願望實現卡鼓勵你，人生應該輕鬆不費力。當你採取行動讓某件事發生時，感覺好困難，好似喺河中逆流而上。當你去接收時，感覺就順住水流咁輕鬆而不費力。呢個就係宇宙順流嘅感覺。大眾占卜係透過集體潛意識抽取嘅牌卡，請大家因應自身狀況作為參考。如果需要更精準對應詳細解釋，歡迎1對1 PM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歡迎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收藏啊！拜拜。